而家可以種咗芽，而家拆咗線，可以練習返呢個短頭啦。短頭啦，佢拉扯啲肌肉唔太大，影響唔到條頸啊、啲牙啊嗰個動作嘅。之前咧就因為係種咗牙，連咗傷口有啲線咧，當側身掟嘅時間係會扯到啲牙肉。好喲，而家可以練習返啦。有時掟標都幾燥嘅，可以飲返啲涼茶。